OK，大家打麻雀又時候嚟九同。我唔明尋日個視頻點解話我把聲唔同，我只不過換嗰個地方配音啫喎。我睇評論嗰人我一頭霧水，笑死。好 OK， 祝大家節日快樂啊嚇！咁如果打麻雀算勞動嘅話，我都每日喺度勞動噶啦。好，摸隻卡窿八筒先，咁而家個牌好靚。好，打個靚女，而家入隻橋。好，卡窿50，咁而家叫啦。OK， 一槍8萬，3隻馬嘅。第二鋪，哇！起手3對白板喂，摸隻卡窿先，打隻發。因為當時喺度打緊逆風局所以真係見到3對白板好想笑，你知唔知？即係想同3對白板講乜咁錯檔啊！好 OK， 拖牌打9萬啦。當時心諗唔會罰咗我自摸啩，真係罰咗我自摸。OK， 4萬食花，都係5隻馬。第3鋪，好，呢鋪係當日嘅開戶嘅第一鋪。係當時都係逆緊風嘅。好，再摸多個對，而家手上面4個對。哦 ，OK， 5個對咯，7對叫胡，碰，打個20，而家入隻叫胡。逆緊風我都唔理咁多。好 OK， 諗下叫咩先，唔等人碰啊。唔碰唔碰。好，白板10隻馬開戶，最後一鋪。好多索子啊！ OK， 摸隻靚5索先。OK， 摸砍7索，但我大機率都唔會喐佢。OK， 入隻叫胡。哇！呢隻卡窿2萬招流面啦，打30，而家叫定張2、5筒都比較早嘅。好，對家公降9筒。係啊，要睇我隻咁毛啊！屌我感覺2、5筒應該幾好啊。係 OK， 摸得到，14隻馬㗎吓，點咧？